今天的配方是专门为阿莱西亚，我们讲帕内尔西西里，可有或没有面包吃的。在成分250克鹰嘴豆面粉、不筛、盐、胡椒和橄榄油。1瓶葵花籽油煎炸，3个或4个软滚和1把新鲜香菜。我们要准备派内尔混合物。我们在这里的火炉，我们热身大约1升的水，少许盐，慢慢倒入面粉、鹰嘴豆，搅拌。现在我们继续混，烤约10分钟，直到面粉熟时，我们加入少许橄榄油。我们还添加了少许辣椒。我们加少许切碎的香菜。继续烹饪。现在我们的鹰嘴豆面粉熟，让我们滚出去，形成帕内尔，舒展它放在厨房的大理石，它们倒一半左右。我们试图传播1层薄薄的大理石。这是为了给特征形状帕内尔薄，并迅速冷却它们以最快的方式。我们等待10分钟，然后切成约10乘号10厘米的正方形筋长出。用刮勺油也一个分离的厨房衣。我们进行油炸帕内尔。食油现在是热的，它把几个在同一时间做饭的好。这是最后的结果。现在我们可以填写我们的三明治。我们购买了软卷。
我们下条。填写我们的三明治派内尔，少许盐，合好胃口。